向前好，分享大家收看村民大会。村民大会呢，上早礼拜系来到了个花莲个秀林乡，了达要辐射部落吼，来开工了个亚洲水奶啊，为到当地个技术开采20年，啊用千条假期来通帮为超过60年了哦。多代对采体个生发带来内底影响，见面都有众多个讲法咯。了礼拜为持续强来探讨多代记得个上任而用一本大家谈到吼。杨皮为大家来绍介来宾，第一位来宾我们介绍是立法委员高卢以用。主持人好，然后大家好，我是高卢以用。第二位来宾我们介绍是律师谢梦雨。小琪姐，各位主人朋友，大家平安。第三位来宾我们介绍是花莲宽景联盟的副总钟博主。各位乡亲大家好。第四位来宾我们介绍是东华大学主文所的博士候选人邱宝玲。别那么好，雅国别林，大家好。好。欢迎我们富士部落、我们阿佑部落，还有其他可乐部落的在地族人与乡亲，与我们共同关心这个议题。其实呢，全台湾的这个矿区大概有240多个啦，大家知道吗？其实1/3都在我们的花莲哦，花莲的矿区矿场现在大概将近80几个啦哈。那这一些的矿区又大部分超过80%集中在我们的原住民的生活传统领域哈。其实那个哈嘎种，因为那行业也带到那个散拍春挑嘛哈，所以其实呢，那过去这个开矿像是国家的特许产业，其实这个开矿在现在来讲，不会是只有国家的事的，也会是在地居民的事情。你先看下半个新闻报道。修改特权矿业法，修改特权矿业法。黑头新作关系矿场副区内的机密，谈到家乡，我在个采矿也摆上了特别抗议。还有金山里，今年没有导览，还有蝙蝠洞。还有该树桥哦，该溪流溯溪，我都通往出来进行。所以，你哈做个采矿，会东让向东来，我都今年来发展。在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发的矿场哦。那在我们的前面这一块，就是我们所居住的树桥窝。那我们家就在这个正下方这个红色房子这个地方。总算电脑工厂唔会采矿嘅，唔是讲咩唔想我再过多做意调白嘅成绩。以前就发生这么多的公安意外，那未来它更近的地方开发，那底下就是土石流的浅势区域，那有震动有炸山，那我们这边的居民怎么活？两只蔬菜啊，落在这些田啊，离岸没的啊，采取了冲枪的啊。你看那河床该几该采下个下谷啊，全部这下来啊，就是采取它是虫啊！用小料一包，自己个生的，我2-3个人去。我头摆下盆啊，到底了做下头个气盆，那么从俩呀，那是按多年没做嘞。面对家业长期受到矿场的影响，居民很看无奈何为系政府嘅处理方式。矿下尾嘅人都了嘛保障，佢都了无讲清楚啊！矿业法讲修法，讲下晒的，唔看下清楚的，含喺法准推。你矿局人个挖了种个矿业用地来讲，公共都无合理啊，无开采嘅，人矿业用地无属专业，无铁件嘛，你人个发展个种个矿业保留区嘛，你唔挖啊，咱的部门一只矿业用地啊，所以睇这个有咩会使话？無論係時鋪也係東鋪，喺土空氣下部嘅機密，加特為成敗建議，韓國各種想法同義府韓國實力，都應該受到關心同重視。无论都推翻个细盘埔，也还动板埔，这个所谓矿下居民、矿下家园的生活品质，好像都是如出一辙哈。来简单回顾看一下哈。我们讲到说，之前早期这个水泥产业开矿是在西部，当时的新竹那个永善孔冲啊，80公顷，对照我们的花莲新城的矿区400公顷，这里真的很大哈，大山大水，所以一划这个矿权用地就非常的广泛。然后水泥产量在当时玉山最高峰是300万公吨，那在这个花莲新城呢，水泥产量是600万公吨，所以它在开采规模上跟开采的这个技术的规格上，显然这个花莲新城矿区是大矿区了哈。那这个我们新竹永善该冠系该片该孔冲哈，已经这个矿场已经关闭14年了。那当时呢，其实在前几年也提出说，要在
提这个复矿申请，就也是一样是亚洲水泥的这个矿权用地，要再申请要再开矿，所以东部也要开矿，西部也要开矿，所以这边呢，其实这边也正在沸沸扬扬的讨论这个议题。不过我们现在是来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在早期呢是西部开矿也很多年的，民国4、5年代就开始开矿。那我们想问，亚泥的这个开矿的事业在告一段落之后，它的富裕有像他讲的那样子是那么自豪的吗？那山林在被开垦取得土石之后，它可以恢复到原来生活的那个样貌吗？该保住小型应该都会抢问哦。找您也了解，那个富裕是真的可以做到完好无缺，如同一开始吗？挖矿吼，该杀条白石嘞，做那个水泥，怎么可能可以回到以前呢？那我们看这个山以前是几百公尺，现在降到只剩下300公尺。怎么可能回到以前？那再来就是亚洲水泥，他们的对外行销都说他们富裕做得很好，他们富裕了一些特别珍贵的蝴蝶。可是这边以前的野生动物很多，这边以前的绿树很多，你只是把蝴蝶围在一个地方，你就说是富裕，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国际级的笑话。你真的是有诚意，就是应该禁止采矿了，不要再采了。自从这个水泥产业东移之后，到底东移到我们的东台湾，侵害到是什么样的这个族人的权益？那这个侵害权益的部分，在现在高喊着转型正义的当下，有没有真正被正视？我们来看到矿区下的太鲁阁，一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到太鲁阁就是天祥，就是太鲁阁国家公园，非常的美啊，走中横横贯公路。那实际上在地居民生活的是怎么样呢？是一个矿下的家园。看到其实我们今天开讲的地方，这个富士村啊，其实说起来是全台湾面积最大、行政面积区域最大的一个村哦。你看它非常大，它的总面积大概685平方公里，人口也不会少2000多。那其实呢，在源头上来讲，富士村原来的这太鲁阁的族人是在大同大理部落，所以他经过2次移民往山下走。为什么要往山下走？那这个部分我们就问一下，刚刚乡亲朋友提到，其实在早期亚泥取得这里的矿权，只要跟国家讲好就好了，地方居民不必知道。那一路上迁徙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们先请到原转会的委员今天来到现场。1968年的时候，台湾原住民保留地就开始办理这个土地清查跟登记，所以当时就是要到乡公所办理登记，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原住民保留地土地要保留给原住民，他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要经过10年的时间，给你他项权利，让你去使用10年，也就是要到10年之后，1979年的时候，我要还你所有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1969年到1979年这个10年当中啊，因为我们原住民取得的是他项权利，所以呢，这个时候土地权在政府手上，财团这个时候就打开这个大门，这个一个空窗期，这个财团就结合当时威权时代的行政单位，由上而下结合财团，然后呢，这个请我们原住民啊，抛弃地上物的这个权，他只要付这个补偿金就好了。啊，如果在10年之后啊，1979年你取得土地所有权状的话，除非乡公所要征收土地，征收土地要再租给这个财团。所以委员其实在好几十年以前那时候台湾社会还没有很进步，所以族人当时的土地提供出来，大家也不晓得是要做矿区，而且一旦提供出来也回不去了。对，因为他要我们提出那个这个地上物要抛弃，一抛弃以后，我们从此以后就跟土地没有关系了。所以刚刚这个徐大老板说土地是他的，在法律上这个土地已经不是原住民保留地，是财团保留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我觉得他讲说这是他的土地，我严重抗议。这个是政府跟当时威权时代的政府跟财团合作之下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合作。那委员，我直接请教，你觉得现在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最重要的价值，一定要被实践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不正义的事情，要在我们原转会里面要重新用法律去定。是，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亚泥，也不要以为亚泥这个就，你看这一次6月28号后天，我们总统府所有的委员全部联署，一定要把溯及既往这4个字放在新的矿业法里面。所以我们的在地的人不是要有官场哦，而是要你
按照原计划、时间原计划，跟我们族人好好协商，是一起讨论未来要走的路。你连这个你都要那么傲慢的，那等着瞧。那以后你最好离开这里。是，谢谢你。所以尊重在地居民的声音，并且这个环境监测、环境安全的把关，一定都要更高规。蔡英文总统之前在针对这个原住民转型正义，也正式跟族人说对不起，也有道歉哈。我们太鲁阁族人也有代表上到台北接受蔡英文总统的道歉，今天他也来到现场，算是我们太鲁阁的一些部落的耆老。我们请田姐。当时接受到总统的亲自道歉哈，那对照现在雅尼要继续在部落里面再展延20年，您的心声看法是，请说。亚洲水泥哈，他嘴里一口就是说他是合法的，开玩笑，他合法吗？不合法。对，还有他那个伪造文书，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可是我这一本都是伪造。你们看看，都是证据。当时在土地取得上啊是怎么样的？对，有的人是不晓得，他那个地不能用，这我想这骗人的，所以他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我认为不是人呐，那个他刚刚讲的，政府跟财团都是一伙的，那么。整这个抛弃书那么多，难道不会看吗？是不是？我也给我的律师讲，对，其实田姐老人家哈，那个他们一路走来的那个心声，其实心里是难过，讲到会不容易成声哈。谢谢你，请坐。好，有没有其他的族人，不管是新生后辈，还是其他人要来为他补充的？我们请举手那位先生。成立了43年的亚洲水泥，真坦白讲说，毁了他们呐，真的苦了我们呐，真的感同身受。我想说，大家都这个议题，真的现在坦白讲说，他们真是暗度陈仓，立了这个法说了就算了，坦白讲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成立这个部落会议？就是说要在这个不公不义的那个骗我们的那个之下才会成立这个。才会有成立这个部落会议，所以你们的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真的。坦白讲说了，那个之前那个亚洲水泥要那个展延20年的之前的说明会啊，到我们举办了好几次的那个到那个没有偷偷摸摸的去做说明会并不是公开的场合请下。对，好有了是对，好那不管，那后来说为了要展延这20年的问题，那后来呢？后来说，坦白讲说，我感觉我心里在想说，是宽裕到他们满足他们的需求，那这样不对哦。坦白讲说，他赋予的工作展延这个是内容要改，不要开矿，展延20年的内容是赋予的工作，这样才对。再沿用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原住民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说就现在的亚洲水泥的员工，就是。我们内容计划改变，变成是赋予的工作。谢谢，您请坐。所以呢，透过部落族人的发言，我们知道现在部落会议在成型之后，他们自己内部讨论的这个意见决策应该怎么样，某种程度一定要被纳入，真的在做最后决策的时候的具体考量。那我们邀请的相关单位包括雅尼公司，还有包括经济部的矿务局，有没有来践行到这个部落的知情同意权呢？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手板。雅尼开采的资讯有没有够公开？有没有保障部落的知情权？那我们看国家部门是怎么回应的。他说，雅尼公司呢有透过各种的村领长，还有部落的事务组长会议，有报告矿场的安全相关的规范啊，各种的社区公益事迹。然后呢，也有把我们村民，好比像今天村民大会关系的各种事情做了回复与追踪。所以今天雅尼在台北总公司的公关来到现场，可是拒绝发言，他们是来听这个意见的然后呢，也有邀请我们部落的居民到矿场进行报告啊、参观都有，所以甚至也有这个所谓的便民的服务平台，非常努力的在要跟当地的矿下居民拉近关系，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所以呢有做这一些。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这整个矿区呢离这个山下的这个部落其实非常近的，所以他们有采取到了这个保障部落的知情权。可是问题是这样的嘛？我们这个问题，请我们也是
其实是部落会议的这个章程的发起人，也是草拟者哈。我们请宝林来做一下分享。基本上我们对雅尼他在部落的说明哦，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因为其实在我们部落的主人来看，他只是告知你一个讯息，说我们采矿是世界技术第一流的。所以知情同意权有做到知情，让你们知情？没有，其实事后才知道说他们已经会勘完，就是那3月那时候已经过了，那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刚提到那个什么有关雅尼的立场，他希望说是要跟部落，他在部落这边放话是说，应该说提供的消息讯息是说，他愿意跟部落会议讨论这个事情。是。但我们希望说他这样子的讯息是一个很诚意的，而不是告诉我们他怎么采矿世界第一。既然有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好的采矿方式，为什么不去跟部落谈？在部落会里面，在制度的系统里面去谈这个事情。所以甚至说他可以放弃说，现在矿业法的修法上面所给他保护伞，他可以直接讲说，我就很好新的或者我坦然跟部落会议跟部落主任直接讨论同一事项。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直接一点，是不需要在那边绕圈圈，用法律去保护他自己这样子。谢谢。是，律师补充。这边我一定要再三强调一件事情，大家虽然我们目前都是谈矿业法修法，可是不要忘记，就算我们法还没有修，要不要践行知情同意权？当然要嘛，这是要的。为什么？就从刚刚田姐接受那个蔡英文总统道歉这边讲起，我们当时候就已经意识到，雅尼又要再展现20年了，我们有写这一封函告诉总统这件事情。总统交办下去，原民会的回复是，他说展现要践行原基法21条，我们是有白纸黑字的公文。可是这个东西是去年这个8月回复，结果是行政院在11月张景生主导之下的那一场会议说，展现不用，就帮雅尼做解套。然后解套之后呢，11月23号25号雅尼就提申请，隔年3月10号就通过。好，可是这个事情他一直坚称他合法，行政院也说我们合法，可是这个是怎样？10月大家记得吧？监察院说这是错的，这是违法的。展现就是要践行原基法21条，否则你这种东西你采矿都不用做啦。那我们原基法21条就空了嘛，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了嘛。所以这个监察委员是写得很清楚了。所以大家不要说只说这个修法怎么样，修法当然是要修进去是最好。那为什么要把它加进去？就是因为经济部不老实嘛。就不老实，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国家机器挡在前面，帮雅尼挡风挡雨。就雅尼就说我一切依法申请，要做我就做啊。可是现在法规没有叫我做，那经济部又是这样子强硬，那原民会在这边应该也要硬起来，就说既然监察委员就说你们展现要做，应该是要求他去践行这样的知情同意权，而不是放任说现在行政院版本就是要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就默不作声。如果在这原基法先放到旁边，如果是光靠现在可以补做环评这件事情，用环评法可以来规范雅尼在这里的开采规模或他继续的期程吗？就算了他说要补办环评，但我跟大家讲，他的补办环评不是像我们一般的环评，一般的环评是说环保署觉得影响很大。这个环评委员会说不可以开采，那就不可以喽。对。可是我们58条之一想得很好听，我们分级分量大的要做，小的不要做，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大矿场我们这边是大的，好要补办好。可是呢，就算环保署做了一个审查结论说不要开采，可是经济部他还有权利说我收回来，我检查你的，简单说啦，你的审查结论我参考啦。我参考而已啦，我经济部有最后决定要不要让雅尼继续开采的权利啦。所以即便是环评的结果认为它不宜开发，但是仍然可能可以开发。是，就算是这样子的话，经济部还可以保留最后的决定权，决定雅尼可不可以继续开发。是，所以呢，亚洲水泥公司认为说好要做环评，那就来做环评，我不怕。但是呢，这个原住民的知情同意权究竟是一个口号，还是可以被实际践行？那我就要请教他现在就说好，我就跟部落已经组成的部落会议做单一窗口，你们怎么说我怎么做嘛这到亚洲水泥公司所做的回应是这样。那事实上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这个权利又好像交给到地方有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意见整合，来作为真正的诉求跟对外沟通的一个管道呢？行政院把里面的那个有关于知情同意权展现有关于知情同意权的部分也有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在这个法律通过施行之后，
的这些各个不管是新增展现那些部分哈，都才要就是经过知情同意。可是我们现在在意的就是现有的202个矿区，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排队在那边等的50个正在申请展现的这一些矿区。再来呢，还有就是亚尼这样偷偷摸摸哈，我老实讲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份资料，就是说这个水泥业者哦，提供给立法委员的政治现金哦，有非常多位。我觉得这个财团非常的聪明哦，他每一个都押宝。但是我当然不敢保证，就是说你今天你押的这些立法委员会不会因为你的政治现金而弃守他的道德的高度？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可以讲的一句实在话：今天财团可以买立法委员，财团也可以买政府。那到现在，我希望的就是现在我们的执政党能够本着他们的良心，然后我们现在的知情同意权其实一直被摆在旁边。好，我们在委员会审查的这个矿业法，我的感受就是，当我们不管在新设申请这个矿业权，或者是核准用地的话，是从明天就要开始进到深水区了。那这个部分呢，都会因为就是说原住民的权利比较复杂。比较重要，所以呢，他们觉得就是说，等到我们全部都已经顺完一遍这个法条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知情同意权该如何践行。可是我讲一句实在话，如果按照王美花次长她的那样的态度，那代表就是我们经济部。我们的行政院、我们的政府对于原住民知情同意权的态度，就是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一个立法律是要采矿是要经过原住民的同意？这种非常不进步的这种价值观居然会在我们的民进党执政的底下的官员会说出来的话，我觉得非常的伤心，我觉得很心痛。其实高路委员在立法院对公部门的官员做执行，然后在立院审议法案的这个气氛围里面，其实是感受很深的啦哈。那原居法作为宪法底下的一支，它是一个基本的大法，那应该被保障的这个权利，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落实？那现在说了嘛，就透过部落会议的运作，部落会议的主席田主席，他今天也来到现场，我们先请教他意见。这边我来做代表，践行跟践踏这2个字啊。我们原居法在哪边？我们要落实这个，我们要践行原居法，不是践踏原居法，这个特别重要。我们这个原居法里面在各个法令里面，在中央法令里面，我们是最低层的里面，最低层最不重视我们的法令的就是我们这，为什么呢？我们的原住民的基本权利全部被践踏的，不是践行掉了。那干事，我请教一下，部落会议现在已经成立了，部落会议应该是整合包括自救会的成员、反亚尼自救会的成员，还有部落自己当地的在地居民，你们有没有汇整出一个主要的诉求跟要表达的意愿对亚尼的这个案子？我们这边最主要是经过我们讨论以后，我们部落会讨论以后，我们要跟亚洲水泥对谈，要经过我们当地部落的咨商，同意。以后我们才能做出这个表达出来。你是说亚尼要来这边开说明会，告诉你他们的工程技术怎么做、怎么富裕吗？但是要经过我们当地部落的咨商跟同意，这个很重要，这个部分真的特别重要。是，好，谢谢。我们部落会议有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部落族人他们共同讨论的意见一定要被真正采纳。亚尼已经通过了第3次的展延，也就是未来可以再继续挖20年，挖到126年。他对在地居民提出来保证是说，我未来20年我做了开采的模拟，我在整个挖掘的技术工法也好，或者同时挖掘同时做富裕，都愿意在做高度的保证，说我会做得很好。这是由亚洲水泥公司提出来的哈，他们未来20年在我们的我们富士部落、阿育部落上面的这个新城矿区，它会怎么做？我们来看它几个模拟的图哈。这是2017年的现况哈。本来刚刚来宾都有讲到，原来这个新城山头呢是有700多公尺的海拔高度，它已经挖了40年，挖一路每个就是整个阶梯一直往下的挖到现在大概剩下300多公尺。那渔法呢，它要挖到这个海拔120公尺的地方，就是
整整就是在我们的部落正上方一个大平台。好，我们来看到未来挖这20年会是怎么个挖法。好，这是19年就往下降，21年又在下降更多了。再来看到28年就是一层渐次往下，到最后我们看一下。到2032年的时候，我们的部落在这里，这是亚泥的制造厂还有运作厂，所以它降到这边。那我们看到最后，亚泥提出来的一个规划20年的这个模拟呢，是说开采到最后，我再挖你20年，挖到最后呢，我可以开辟出一个22公顷的大平台哈，满满的大平台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做土地的2次利用，空间更宽广、舒适、安全。我们在下面的阿幼部落、可乐部落的居民，过去居住的空间很狭窄，然后住得不舒服。现在有大平台，然后大家可以好好运用，住得更舒服、更开阔，甚至拿加拿大的布查花园来做比拟哈。那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最终模拟的规划是充满愿景。想请问宝林，这样的愿景在地方是你们想要期待的吗？我必须先说明哦，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整个所失去的东西，其实跟客家人在关西所经历的事情是一样，因为刚看那个土地、农地还有居住环境的破坏的这种情况，其实我必须先解释一件事情。你看这个图刚刚好，这个山头哦，我们必须先解释一下，那个山头其实在很早以前，在日治时1914年还没有太鲁阁战役之前，这边就有原住民居住，但居住的范围是在那个山头到下面这台地的地方，这个地方，对，那个山头都有，然后到那个有输送带开始位置那边都有，那平地地方比较少人居住。是，原来我们的猎场啊、传统领域都在这一个区块。有个原住民有个习惯，就是说整个的住家的地方，甚至老人家过世的时候就会放在家里。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那边是很多部落已经在那里居住世代居住，然后被日治时期赶下山了，赶到半山腰。那在那个山上，他们还可以持续耕种。那现在国民政府来之后，为了开矿。做的事情，他把这个地方要求，就像刚的Dara 校长讲的，他要求我们抛弃这个权利，在那个保留地制度之下，那抛弃之后，那个上面很多以前旧的房子或是老人家的遗骸，是就被这样子挖掉了。所以祖先的遗骨就跟着这被挖掘的这个山口也跟着都空了。对，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是说只有知情同意或是其他现有的一些赔偿或是工作权的问题，这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的感受，实际上部落族人感受，除了居住安全之外，这个文化上面的感受跟族群被强制这样的迁移跟以前的旧的部落或者旧的老人家的遗骸都这样处理的时候，所以生活上很难受历史的根都找不回来了。遑论是原住民转型正义哈。好，那现在这个山削平了之后，在地部的族人很担心说，本来有这个山还挡在前面，但是这700-800海拔公尺那么高的山都被挖掉之后，后面的这一侧，我们目前看到亚泥公司是做了这个表面的这个植被哈，有一些树种在上面。可是它还有那种原始保安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吗？因为山我们知道从人线它是分成2侧嘛，一侧被挖掉了，本来要巩固这些破碎土石的这个另外一侧还有这个功能吗？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律师好了，就从我们一路上公民团体在关心，其实这样子挖掉是像亚洲水泥公司所预测的，它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前景未来，有一个大平台可以好好利用，还是其实仍然有很潜藏高风险的危机？其实我们要讲这个真的是太好笑了啊！因为可能大家没有看过他们的这个采矿计划或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开采构想书啦。我跟大家讲，这个完全不在他的开采构想书里面，也就是说，他官方核定的文件根本没有这一块。所以他提供的是另外一个他自己说的。这个加拿大布查花园东西，也是我们从公民团体从去年或是前年，我们开始在推动矿业法的改革当中，就不断的去喊我们要有这个关矿计划的概念，要有一个矿场生命周期的概念，要从开采的一开始就要想到我结束之后，我整个的转型跟富裕是什么。可是你要看看亚洲水泥在这边开采43年，他到现在我们骂他、查他、去弄他的时候，他才。我们要做这个，可是根本没有出现在他的任何一个官方文件报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是，所以他还买了半版的应该是全版还半版的新闻说他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件事情，我想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刚刚讲说都没有在这个计划里面，而且我们现行的矿业法就是没有要求要做到这个程度。我们国家的法令只要求做到什么，你就边坡稳定直升富裕，就这样，就这2个，再多一点没了。然后你说要转型做花园，拜托，这谁的土地？这谁的家？你有没有问问看人家的意见？
你说了算吗？这又是一个所谓的财团的霸凌。那我想这些东西都是现行的法令当中无法去规范它的，就像刚才那个搞乐委员讲的，这里滑呀，你喊爽的嘛，我不做又怎样？我没有处罚，没有法律效果。你要是真的想要这么做，你过来协商，做不成你要付多少这个赔偿基金，你来讲嘛。在那个没有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开支票谁都会开啊，我也会开啊。该部主会总爱出来请问哦，年内啊，为了该20年可能某种企业放公道安好呢？未来的20年，到底这个生死未卜哈，对我们在地的富士部落族人来讲，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永续的未来吗？副总，矿务局在规划那个矿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规划了很多矿业专业区，然后都在原住民部落里面。那这个矿业法没有那个不用去践行原住民的那个咨商同意权，我们真的非常担心。雅尼很会画大饼，以前和平水泥专业区也是说会带来多少的就业机会。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族人应该很清楚，和平水泥专业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反正政府给财团土地。好，然后整个矿区，整个那个我们的海岸也被污染掉了。好，还有就是他们的土地，我没有印到那一张，他们以前的生活的土地也变成专用港，变成了他们的大的工厂、储煤厂。那亚洲水泥在这里再继续挖下去，他说他要盖这么漂亮的一个布查特花园吗？那下面的人还是没有被尊重到，我觉得那是一个人权的问题。我们政府一直在讲转型正义、讲人权，那我觉得在矿业法这个部分，而且这还是比较正面的想象。那至于山头被铲平之后带来的其他负面的环境生态，倒是没有人跳出来说话。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为溃风现从我想开放现场，请在地的族人部落的乡亲。想请你们提问，对雅尼将来这边继续展现，要再开挖20年，对未来你们要生活的20年，你们有没有心中想问的话，请举手。我们部落会议的成立是我们有他共同的目标了。共同的目标。第一个，既然刚才高委员所讲，立法委员跟财团有利益分配，那我们部落会议也是不是可以跟他利益分配吗？我跟你讲，部落会议的决议我们很多项目有正向调查委员对亚洲水泥公司的这个采集图，这个怎么样收集，我们也有调查小组。好，既然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最重视的就是部落的安全跟保障。所有的这个回馈都在这个安全保障之上。对，回馈是我们不要讲回馈啦。是。他是应该欠我们的才对的，要回馈是不好听的啦。他在这边开采了30年，他要欠我们，应该给我们跟部落会议对谈。我们要的是什么？不是钱的问题，要让部落里面的永续发展。好，这个未来的地方发展可以跟矿业同步进行吗？我们下一个章节要来好好讨论。先请田大哥坐下。那我再请教一下，对于未来的20年，如果真的要开挖，除了在对等平等的权利上要被重视跟实践之外，其他的乡亲还有没有要提问的问题呢？我针对爆破震动好了数据，我之前在上面工作的，我非常质疑，每次测试的时候，矿区爆破工作减少场次，布孔数量减少，装药也减少。是拿这样的数据都要公布，这样可以相信吗？平日炸山的时候，布孔数量不一样，增多，或是增加场次，这种情况叫部落矿区下的族人居住生活品质及居住环境的如何是好？是，我们这样看看这个是可能是自导自演还是虚假的吧？所以乡亲朋友提到了工厂有了1、2、3、4、5周间是排放白烟，到周末下班的时间就排放黑烟，所以那个数据实质的跟表面上呈现是不是不一样？在地居民都有实证的啦还有其他乡亲朋友要提出意见。我刚刚看到他这个有关的这个模拟图我发现我的未来已经被已经没有梦了。目前看起来是大花园非常非常的恐怖。你看左右边2个
土石流的前市区，在整个本来说有一座山挡住我们的灾害的一些危难。现在我们先请副会长到台前来哈，因为我不是在地人，只有会长他们都是在地人。我们来说，就这你从小居住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我现在看到这个危险的一个潜存期啊，两边的土石流的一个潜存期、潜势期，那地质的非常的不稳定。我这座山本来是保护我居民的安全，现在被挖下来以后，它整个水流你看看，这个滑下来，直接滑到我这个部落里面，甚至会造成我小灭村。我想地震很多，台风然后暴雨也很多吗？我举个例子啊，民国79年，同门土石流事件；89年，我想高雄小林村的灭村事件，造成了将近600多人被掩埋在土上。再推看看102年核能土石流事件，再推国外的103年日本九州事件土石流事件，今年的日本广岛也是一个土石流，将近造成的数十万人被迫迁移。我想这么恐怖，亚尼亚只要在这边挖每一寸土地，就好像在我们族人身上挖了一块肉一样。是，好，谢谢副会长，你请坐。那想请问，我们面对这样的不可测的风险，难道我们要迁村吗？整体搬家吗？还有其他乡亲朋友要提问。我想我们的粉尘啊、噪音啊、震动这些都每天都在承受的，再加上我们这个地方有行政机关、有托儿所、有学校，雅尼能正下方，对，雅尼能保证说，如果发生了土石流崩塌的时候，它能在10秒内来疏散我们这里的居民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哦，这是我们居住安全。我觉得我们最担心就是我们居住的安全。是，那小姐请教一下，如果说哈，目前这个开矿的矿区看起来没有什么立即的危险，亚洲水泥也发表声明说，40多年来在这里开采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致人于死亡的意外灾害啦哈。那请问，将来如果像进入了夏天有台风季，那大家等到那时候台风大雨的时候，再来请居民撤离疏散，做好这样的灾害预报，是不是对我们来讲就比较安心的，就足够的呢？我想我们这样看，这都是他有些数据都是他们自己去弄的。其实我们对这些数据概念，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也没有感受。我们只知道在大雨或是台风天来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担心，我们一定是晚上都不敢睡觉，不然就是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居住。好，我们就请那位小姐，就让她来说。但是我们保持我中听了，我们被灾害，我们还会抗议吗？我们还会抗议吗？被淹没了，我们还会抗议吗？所以你也觉得很恐怖？不是，对啊，这不是很危险？我们被淹没还会讲话吗？没有了嘛，我们被石头埋了还会讲话吗？我从小住在这边的。我从小居住在这边的，抗议我中听啊，问题每次都有震动的东西，都还是有感觉，还有砸到我们家里，石头砸到我们家里，他还不承认。亚洲的水泥砸到我们家里10人，啊，他们还不承认这个不是亚洲的水泥的石头吗？他们还不承认。是，你的意见听到了。砸到我家里，砸到我家。说不是你们的石头吗？不可能。是，谢谢你。其实呢，在富士部落哈，被淹埋的时候，我们还会起来讲话吗？不可能啦。谢谢你。好，谢谢。当时在地也讲说，我们富士部落有一个特产叫做落石鸡啊哈，居民在这个山区有养鸡呢，因为这些鸡要躲山上炸下的石头，所以跑来跑去，身强体壮，所以土鸡特别好吃。这是地方乡亲的一种痛苦的嘲讽啦哈，委员。其实我有去小林村那边采访过，那。其实在像小林村的状况，它一直以来都是相安无事。可是大家想想看哦，在前面的时候，大家一直提到，就是说那边有越狱引水的工程。是。那我们当然就是在最后就是说，各个相关专家去调查说。可能没有关系，可是其实一个灾害，它是多重的因素串联在一起，难免今天我们上面开山
挖土挖矿已经挖得这么大了，你觉得就是说，当然部落族人一定会有这样的忧心，我们的山林被破坏成这样，会不会有相同的灾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族人的恐惧是一个未知，而且是觉得就是说每一天他都陪伴着自己那样的忧心。我觉得雅尼或是我们政府应该要看见，去想想看各个地方的灾情，它一定都会牵涉到水土保持的破坏，还有一些地震或是这些那个土石的崩落，它把这些串联在一起，你说我们会不会担心？诚如委员所讲的哦，其实很多风险都是连锁的反应。我们讲到像保安林地啊，或者是水源保护地啊，或者是地质比较敏感的山区，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农民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在上面种茶、种菜。但是我们的大集团、大财团可以在上面那么大规模的破坏这个国土，然后采取土石，这样子就是可以被允许的嘛？所以这个比例原则真的是值得探讨。所以我也要讲到，其实了解采矿。或者是说我们台湾的国家相关的这个矿业发展，是不是到了真正要好好检讨它的体质，还有它在未来整个环境的这个趋势上，还符合得了这样的时代需求吗？所以真正的台湾矿业法或者是矿业产业的上位政策到底在哪里？还有我们一再谈到的，一定要重视在地部落居住人民权益的安全，还有权益问题，到底有没有可能得到真正的重视？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政策嘛，因为你20年的开挖期间里面，对地形地物的已经会产生重大改变嘛，所以我必须要重新再评估你未来20年的期间里面造成的一个改变，是不是会造成灾害啦，造成怎么样？所以我必须要重新评估嘛，并不是说我未来20年里面你环境还是这种样，我没有改变，那当然我可以依照你那个来看，现在不行。国家用半年来针对了矿业政策来做一个整体的政策环评的部分。所谓政策环评，唔係講你要去講一天會開也唔會開，你應該係講因為國家未來嘅經濟發展嘅需求係乜嘅？要用到幾多量嘅嘅水泥嘅產量，咁目前嘅開採嘅狀況係樣辦，你嘅規則了嘅資料數據本台講因地圖以後，因樣來評估講未來因需要嘅採礦嘅面積量係幾多？因對豐隆嘅產業升級呢件事情嘅想法有蠻緊啦嚇。喺做開發二選煙，你正式係想二選煙係因豐隆買嘅產業，正式係外銷到內過去，它係因主動因推翻因呢家中華民國係用嘅東西，係因推翻係用嘅東西，當然開發是因接受嘅問題。不過因修法嘅內容啊，正是對因豐隆嘅產業嘅升級吧，冇埋幫助。委员，这个矿业的上位政策要符合更永续，其实真的应该要彻底的被检讨。那现在就是说，矿业法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说，我们要这个矿业的这个部分、产业这部分要政策环评。我现在还在等，我现在还在等说我们政府会不会真正兑现他们诺言，立即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环评。那现在就是立法院也正在审理这个矿业法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修正条文。那其实大家真的要关注的一件事就是这里面跟这个我们的矿权展现这么多条文里面息息相关的是有6条，那6条里面呢，有2个条文一个是跟环评有关，一个是跟原住民的知情同意权有关。但是在不管是原住民团体跟环团的眼中，其实都是做半套，甚至有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现行正在申请的这些案子，还有雅尼是没有任何一个约束力的。那我觉得我们民间在这个齐柏林他过世之后，其实
其实有凝聚一个社会共识，就是矿业法一定要修。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就是说在这个矿业法里面有非常多的陷阱，不是只是单看条文就以为说我们有环评了，我们有这个知情同意权了，然后我们就放心了。没有，这里面魔鬼都是藏在这个细节里。那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因为这2天非常的重要。再来就是能不能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对于我们这个立法院的委员会能够施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才能做到的一个动作啦。因为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我们从财团的态度我觉得他好像觉得跟他一点都没有关系。徐旭东的态度就是你奈我何，然后再来就是经济部的态度，再来就是我们政府有没有那个决心，以及立法院正在审查这个矿业法的这些委员们。是，所以这些我们在开矿这种所谓的高度社会瞩目的这个案件真的是需要全民的力量，大家共同来讨论。那当然委员也辛苦了在院会上要做很多的努力。好，我们先谢谢委员。现在呢，我们再来开放现场的乡亲，再把意见都表达出，都有。我们先一个个来，刚刚那女士先举手，再换这位大哥。我们居住在这里，我已经60几岁了，我没有离开过这个部落，所以我从结婚也是在这里，我从第10岭迁移到这个阿尤部落，所以结婚那天开始，我就经历了雅尼的这个开矿的开始，就在那个时候，所以真的很辛苦，炸山，好，那开始的时候。所以这40年来的日子其实不好过，不好过。那我就是4年前我退休之后，我到美国，我在网络上一直看到很多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地的人就是我们这个部落的阿尤部落的人，开始在有一些的声音。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心里很紧张，就说我为什么还是在后面，还是在怕这件事情，还怕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跟我先生讲说，你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加入这行列。我们那么多环团的团体，就是公团公民团体是他们那么多人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就是活动，我觉得我很感动。那我们在地的人呢，为什么还在这边沉默？那后来我听到了以后，知道有一些人是在我们这里工作，他们怕失业，所以他们。这个雅尼如果说怎么迁移的话，我们工作权就没有了。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两边的为难，我们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想。所以但是这个是很危险的。谢谢。那现在我希望我们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说，已经开挖了43年，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忍受20年吗？那我们的山头已经不见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子子孙孙怎么延续下去？我们搬不走的。然后现在我们是迁到那个第9岭，那个地方又是一个就是利乌溪口，我们还要饱受每一年风灾的时候，水暴涨，我们还要听到部落的声音说，赶快让这边的居民搬走，我们要搬到哪里去？每个人都应该有好好生活下去的权利。我希望是这样，对，安全有能够安全哈。在地居民的就业问题跟环境安全的议题，应该是脱钩来看的所以它其实并不会产生矛盾跟冲突。那刚刚我们的族人也提到，其实在地的公民团体一路陪伴，其实看到这样子，其实族人他们的意见主张、权利的主张，应该是可以结合到更多人的力量。我们请地公的专员，在雅林里面工作的员工，他们跟族人居住安全或者是知情同意权这2件事情，其实应该要脱钩。但是今天之所以会被绑在一起，弱弱相残，这完全就是雅尼公司以及我们政府操作之下的手段，就是其实2方都是受害者。那这43年来，雅尼在这边开采了，完全没有经过族人知情同意权，从原本776公尺的山头，到现在看到剩下290公尺，再挖20年，剩下120公尺，然后成就了他们目前端出来想要摸头大家的布查花园。那完全就像刚刚谢律师说，那是汉人的傲慢跟财团的霸凌。有没有问过这边的人到底想要什么？当那个山头没有了，我们的列境没有，我们的耕作地没有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没有的时候，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剩下什么？我觉得这些都必须考虑。那未来的20年，其实这些劳工他们被操作出来对立，他们或许并不了解实况，或者是他们有公司的压力，但是其实
如果在未来的20年可以作为一个官场的富裕计划，其实他们是可以转型成做其他的工作的，甚至亚尼公司他们应该更直接的对大家说，他们号称支撑了在地的产业跟就业机会。那正式员工必须对这些员工负责。对，正式的员工有多少？约聘的有多少？几乎都是最底层领最少薪水，然后冒着最大风险的员工。是。那这些人他们应该有责任要培育跟转型。然后最后一点要提的就是，如果以团保团体的立场，亚尼公司他们资本额一流，那技术也自称为一流，那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对于未来的极端气候的因应，应该要有一些调查跟评估？是，谢谢你。我们也请后面那位年轻的代表发言。这张图是我11月中在那个太管处拍的。那刚好我在拍的时候，有一个摄影的游客，对，他就问我说我在这里干什么？那我就跟他说我在拍新城山的对比图。那我跟他站了20分钟，竟然找不到我。那为什么呢？因为山头都完全不见了。是。这20年山头完全都被铲平掉。那之后的20年，会不会整个座山就不见了？我们不知道。对，那大家想想，亚洲水泥他挖我们花莲的山来撞自己的公司，这样合理吗？谢谢你，谢律师。其实哈，我们看到亚尼在地作为所谓的他们自己称的本土产业，已经40多年来，在地方上，我们会看到很轻而易举的某一些的居民，可能都因为产业的关系而产生一些依赖性。但是我们今天在出民大会想要问的一个重点是，这样的就业的依赖性，或者是在地的一个生活权利的这个延续性，到底可不可以凌驾于生活环境的安全监测？可不可以凌驾于生态保护的永恒？还有刚刚我们一再强调的，我们部落族人未来他们要给子孙什么样的生活环境？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不见得是冲突的啊。这真的不是一个冲突的事情，而是一个就如同我刚刚所说，我们在整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德国的矿业法，它是有一个关矿计划，它是强调一个整体社区的共荣共存以及一个转型。也就是说，我在采矿之初，我当然知道我矿会采完，我当然知道我要给当地的居民，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力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采矿生命。所以从一开始，我的矿场的富裕，它的强调是要富裕到跟原本我可以做耕地的，我就要做耕地使用。好，那我的劳工来自当地的，我未来也要再做一个转型，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安居乐业。我们后续可以叫辅导去做转型。再来，我矿场未来可以做过一个矿场博物馆等等。所以是我们台湾的矿业法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直到现在我们的业者还持续反对，他们认为关矿计划不可行。各位，在11月24号，经济部去跟这些业者开的协调会当中，这是业者说，我们不要关矿计划，我们觉得关矿计划不可行。你就想说，我们明明有国外有这样的先例可以做参考，这个环境、环保、原住民族的权益，以及这个劳工的权益，以及这个转型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刚刚很多族人也都讲了那这件事情就是看政府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去修，一定要继续的进步。是。最后，宝林，我们希望说原基法变成是一个大家能够同心合力去落实，并且是坚持的一个一定要维护的基本权利底线。对，因为当我们在原基法里面去思考所有部落在这边亚尼这边开部落这边开矿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除了同意权之外，我们还有工作权保障，基本上都是。因为在62年的时候，他们在说明会要求说要我们抛弃权利的同时，他们有部落的老人家就要求一件事情说，每一户至少有一个有一个男生一定要在亚尼工作，而且是正职的。但是呢，到现在来讲，正职有多少在这个部落的族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知道说，其实整个原基法里面也包含说部落族人的工作的状况，但是也更重要的是说，未来20年之后，亚尼会离开，但部落剩下什么？难道说剩下这个？他所讲的花园，我必须先解释，那花园有很严重的问题。那这个无名溪本身，在当时来讲，我还可以看到有溪虾水。在平常就可以，但现在来讲，只有在大台风才有暴雨，所以我们部落族人来讲，假设我们在部落会议来讲，我们有一个最基本原则，我们并不会说反亚尼跟支持亚尼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在谈这，而是我们要维护我们部落在原基法里面的基本权利。第二个是过去的历史不正义，必须要重新去恢复跟去确认，才能够得到
整个的和解跟共生，这是基本的。谢谢。从过去源头历史的土地取得的不公义，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到现在一路经过40年来的身心的一些伤害，在未来还要持续20年，所以我们有那种转型的必要哈。在地个见面，还系希望记录大家系安全，还系有希望该回来。见面出面台回来到法院个受影响，休息也谈到大家安到个意见，系希望安样个上任公民至上，做得本大家好好看到。自从见面个出面台回，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谢谢。